第14章第1節，当暗拿灰做示拿王，阿略做以拿撒王，基大罗马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，因来攻击索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阿玛王示拉、西片王示米别，以及比拉王。比拉就是所珥，因拢聚会伫西顶的山谷。西顶山谷就是沿海，因服侍基大罗马12年久，到13年背叛，14年基大罗马甲东会明这个王，拢来伫阿迪律加陵，太阳利法因人，伫함소西人，伫沙米基列亭以米人，伫何利人的西珥山何利人，到近伫旷野的以勒巴兰。因倒转到安密巴，就是加低斯，攻击阿玛力全队，甲徛起伫哈西顺塔玛的阿摩利人，对迄碟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阿玛王、西片王、比拉王，比拉就是所珥，拢出来，伫西顶的山谷排阵，甲因交战，就是甲以兰王基大罗马。哥印王提达、示拿王暗拿灰、以拿撒王阿略交战，4个王对敌5个王。第10節，西顶山谷拢是照油坑，索多瑪、俄摩拉這個王逃走，跋佇遐，其有的走上山，因就將索多瑪、俄摩拉的財物以及因的干娘，攏搶做引去。閣將阿伯蘭的侄羅德甲伊的財物搶去。迄時羅德住佇索多瑪，有一個逃走的人來甲希伯來人阿伯蘭講。迄時阿伯蘭徛起佇阿摩利人萬利的上丘迄所在。萬利甲以實谷甲阿乃攏是兄弟，有甲阿伯蘭聯名。阿伯蘭聽見伊的侄互人掠去，就帶先用佇伊的家呢。前連的壯丁318人，對入到但，伊甲伊的奴僕透明分隊攻擊因，對到大馬色倒邊的河巴，將一切的財物搶倒轉，連伊的侄仔羅德甲伊的財物，以及婦女百姓也攏搶倒轉。阿伯蘭太贏基大羅馬，以及甲伊做陣這個王倒來的時，索多瑪王出來。到沙彌的山谷迎接伊，沙彌的山谷就是王的山谷，也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餅甲酒出來，伊是至高上帝的祭司，祝福伊，講願天地的主，至高的上帝賜福阿伯蘭。第20節，至高的上帝將對着交佇你的手，應該學落伊。阿伯蘭將攏總所得到的10分摕1分予伊。索多瑪王甲阿伯蘭講，將人歸我，物攏予你。阿伯蘭甲索多瑪王講，我有記天地的主，至高的上帝耶和華來咒詛，凡拿你的物，就一條線，一條圍帶，我攏毋摕，免得你講，我予阿伯蘭好業，只有少年人所食的。以及甲我同行的人阿乃、以實谷、萬利所應得的份額，通出在因摕。